Fides et Caritas， 忠信仁愛。傳承至今嘅校訓，記載住呢度嘅每一個故事，記載住呢度60年嘅歷史。今日就讓我哋帶住大家回到過去。故事嘅第一個節拍發生喺近1996年代，當時眼見新界區兒童失學問題嚴重，一位修士懷住聖人聖約翰喇沙嘅辦學理念同精神，開始有咗喺粉嶺呢度興建一所男子英文中嘅諗法。呢個人就係我哋之後嘅長校校長 Brother Felix。1965年，屬於我哋嘅節拍正式響起。呢度有咗第一批嘅學生，嗰時嘅我哋仲叫做粉嶺喇沙學校。直到1983年，學校正式正名為新界喇沙中學，直到今日。嘅節拍會為學校帶嚟新嘅氣象。一開始嘅我哋只係一所男子高中，到咗1985年，我哋慢慢開始有咗女仔嘅加入。3年前嘅我，亦在懷着忐忑不安嘅心情下，第一次以中一新生嘅身份踏入校門。1997年，我哋有咗第一屆學生會，直到2000年，我哋更加成立咗家長教師會。老師、家長、同學，以至在座嘅每一位，都用你哋和而不同嘅節拍，你哋對學校嘅想像，為呢度帶嚟無限嘅冥想。確實，我哋經歷過豐盛嘅日子，我哋亦經歷過風雨飄搖嘅日子。但直到今日呢一刻，象徵住我同你嘅拍子依然齊住喺呢度禮堂，共同度過屬於新界喇沙中學嘅60週年。大家細心聽一聽，不知不覺間，我哋嘅節拍已經重疊在一起。由最初收視嘅第一點火花，
到依家嘅百川匯流，形形色色嘅我哋駐足於此，用我哋各自嘅努力和想法，營造一個又一個嘅美好年華。呢度嘅回憶有我。大家好，歡迎嚟臨新界喇沙中學鑽禧校慶開放日典禮。大家剛才睇到呢啲拍子機，最初嘅時間佢哋嘅節奏係唔一樣嘅，但係去到最尾，佢哋就會不自覺地同步咗。呢一個就係象徵，好似我哋學校60年嚟自唔同嘅背景、唔同年代嘅師生。佢哋走入校園嘅時間，佢哋有各自嘅節拍。不過，透過新界喇沙中學呢一個嘅平台，我哋每一位終於能夠同步，為學校共同嘅發展一齊去出力。我哋今次60週年校慶，我哋嘅主題係愛成全。愛係代表我哋學校對教育、對學生嘅愛。成代表我哋承傳優良嘅傳統，承擔教育嘅使命。傳係代表我哋傳授知識、傳承嘅精神。喺呢度，我哋跟隨咗我哋創辦人聖約翰喇沙嘅教育精神，薪火相傳，生生不息。今日我哋亦都好榮幸請到北區民政事務專員賴子堅先生作為我哋嘅主禮嘉賓。賴先生現任北區民政事務專員，曾任教育局首席秘書長，負責香港高等教育嘅政策，推動學術發展。專員一直關心社區中嘅教育嘅發展，支持學校同埋籌辦好多為年青人嘅活動。喺呢度，我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賴子堅太平紳士。我哋亦都好榮幸，亦都請到學校啟動計劃基金委員會委員黃光耀先生、教育局北區總學校發展主任李海欣女士、香港喇沙修士會會長麥丹尼修士。更重有嘅就係話，我哋新界喇沙中學一同成長、一同進步嘅洪劍鋒處理校監、古永康校長、曹少文校長，仲有鄭泰文校監。60年係一個嘅里程碑，但係亦都係一個新嘅起點。展望未來，我哋將會繼續秉持愛成全呢個精神，與時共進，開拓創新，為學生提供更優質嘅教育，為社會培育更多優秀嘅人才。我哋相信大家嘅共同努力下，新界喇沙中學一定會有更好、更光明嘅未來。最後喺度，我代表全校嘅所有嘅師生、教職員，向所有關心同埋支持我哋學校發展嘅社區人士致以衷心嘅感謝。讓我哋攜手同心，共同譜寫更加美好嘅未來。多謝大家。